今日我哋嚟到咗廣東唯一一個4A 嘅村莊——順德南莊嘅紫南村，過嚟品嚐一餐既有傳統又有創新嘅順德盛宴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嘅視頻又係順德美食半日遊嘅好去處。中午我哋用餐嘅地方就係位於紫南村嘅五月花廚。五月花廚佢哋主要經營嘅就係傳統嘅順德菜，除咗有飯市，喺隔籬仲有茶市。成間店有成3000平方咁大，裝修嘅風格非常嘅簡潔。店入邊有眾多嘅房間，呢間就係佢哋最大嘅一間房。房間入邊嘅裝修就係簡潔精緻嘅中式風格。今日中午我哋坐呢一間細廳就可以擺30圍嘅圍餐，人齊入座，全部人都非常期待今日中午嘅呢一餐順德美食盛宴。午餐正式開始。嚟到順德點可以唔食魚生呢？首先上嚟嘅就係位上嘅鯇魚生，我哋都好鍾意呢一種位上魚生嘅方式，分量同埋配料都已經同你搭配好晒。最貼心嘅就係佢哋將花生油同埋鹽已經調好，食之前你就將油同埋鹽撈勻先，跟住就倒喺魚生上邊，撈勻之後就可以食啦。魚生嘅分量啱啱好，鹽同埋油嘅比例亦都係啱啱好。咁樣就避免咗食客喺食嘅時候唔知道放幾多油同埋幾多鹽。食材同埋配料嘅比例全部都係恰到好處。菊花水香撈魚皮，擺盤係相當嘅精緻。所用嘅魚皮就係鯇魚皮，而當中嘅靈魂就係佢哋自己醃嘅紫薑絲。撈起，風生水起。今日好食嘅順德魚皮用嘅一定係鯇魚皮，新鮮嘅鯇魚皮唔會腥，入口 Q 彈彈。又爽又滑又香，再搭配紫薑嘅酸，呢味餸最啱夏天食用啊！跟住上嚟嘅係今日嘅湯品——欖仁拆魚雲羹。每一位上嚟嘅魚雲羹用嘅就係一隻魚頭，呢隻魚頭經過人手拆骨，只用咗魚面嘅嗰一部分，魚腦就冇用到，因為魚腦入湯羹，味道就容易腥。哇！你真係手工㗎喎，上面好多欖仁，好多人。今日我哋可以食到咁多嘅傳統手工順德菜，真係非常難得。咁我而家食緊嘅唔係魚雲羹咁簡單，而係凸顯咗順德人對佢哋傳統菜品製作嘅匠心精神。呢道菜就犀利咯，係順德傳統懷舊手工菜式，以前就叫做穿心水魚，而家就叫做八珍水魚。呢道手工菜嘅製作方法非常嘅繁瑣。成個製作過程，上兩個視頻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，要提前燜好入味，水魚拆骨，中間放8種嘅材料，蓮子、栗子、鹹蛋黃、鮮包、遼參、冬菇，仲有瑤柱同埋鵝腎。呢道菜係以前喺順德宴請貴賓嘅必備嘅菜品，入邊嘅8種材料俾人嘅感覺一揭開就好似一個聚寶盤一樣，水魚入口冇骨啖啖肉，8種配料扣到入晒味。呢啲就係順德傳統手工菜嘅魅力所在。店家首創禾蟲燒雞，所選用嘅就係喺廣西食粟米大嘅走地雞，而雞籠入邊裝住嘅就係炒到已經乾身嘅新鮮禾蟲。喺雞嘅籮柚度一展開，就可以見到入邊嘅禾蟲啦。禾蟲同燒雞嘅組合，我哋都係第一次嘗試。如果人少覺得雞太大隻嘅話，亦都可以點燒魚夾焗禾蟲。喺你嘅面前切件擺盤，好有儀式感啊！燒雞嘅色澤真係冇得頂。下一個視頻會同大家分享禾蟲燒雞嘅具體整法。燒雞層皮好脆，雞肉本身自帶少少嘅油脂，有少少肥脂嘅雞先至適宜攞嚟燒，咁樣肉質入口先至會有汁。雞香，禾蟲就更香。禾蟲同雞嘅搭配確實令到我哋眼前一亮。我爆完個辣椒之後咧，其實咧我就攞個蒸魚頭嘅魚水去重新煮呢個豉油，所以佢咧呢個豉油先至係成個魚頭嘅靈魂。呢個豉油有輝哥特色蒸魚頭，蒸魚嘅時候就用咗青椒同埋麻椒，重點就係用蒸魚嘅魚水嚟調翻個豉油，咁樣蒸出嚟嘅魚頭滑中就帶微辣，辣中就帶少少嘅麻，非常適宜而家年輕人嘅口味。食魚頭最滑嘅嗰部分就係我而家攞嘅魚嘴啦。順德傳統名菜污糟雞，呢度所指嘅污糟唔係邋遢嘅意思噃，就係指當時你有咩材料就放咩嘢材料嘅意思。
蒸烏糟雞，佢嘅靈魂就係喺面頭嘅嗰啲均安頭菜絲。均安頭菜絲係淡口嘅，味帶甜。呢道菜絕對係順德菜當中粗料精做嘅典範。北海聖子炒肥牛，呢道菜就係一道創新菜。鮮嫩嘅聖子同富含油脂嘅肥牛相結合，聖子食起身就係帶肥牛嘅油脂嘅香，肥牛入口就係有聖子嘅鮮。煎焗黃魚春，新鮮嘅黃魚春最適宜攞嚟煎焗，親熱式口感更佳，送酒一流。從5月份到10月份都係品嚐黑毛節瓜嘅最佳時候。蟹肉配黑毛節瓜，黑毛節瓜索晒蟹肉嘅鮮，入口又糯又香。用蟹肉嚟炆，鮮過用黑辣嚟炆好多好多。澳洲牛小排叉燒，搭配自己醃嘅紫薑塊。傳統嘅叉燒我哋平時就食得多啦，用同樣嘅製造方法，但係選材就用咗澳洲嘅牛小排。咁樣嘅整法令人耳目一新。食完牛小排之後，再搭配一嚿紫薑，咁樣就一啲都唔會覺得辣口。今日嘅青菜就係用鯽魚湯嚟灼時蔬。時蔬入邊就有水果芹菜、蟲草絲同埋木耳。綠色嘅呢一碟就係枸杞芽，亦即係成條枸杞最尖尖嗰度最嫩嘅嗰部分。平時枸杞葉就食得多，枸杞芽就真係比較少食。就連一份蔬菜嘅製作都咁用心，灼菜嘅魚湯突然間可以飲返。枸杞芽本身就夠嫩，再加上用鯽魚湯去浸佢，入口又嫩又鮮，再飲埋啖湯，舒服到不得了。喺順德有10大名菜，而大良炒牛奶就係排喺10大名菜之首。上兩個視頻我亦都同大家分享咗炒牛奶嘅詳細製作過程。炒牛奶最主要嘅就係要把握佢嘅火候，牛奶一定要炒得受熱均勻，唔可以過老。炒好之後，面頭再加入蝦仁、叉燒碎同埋蔥，最後面頭仲要加入炒過嘅靈魂欖仁。大良炒牛奶就製作完成啦。你哋睇下，啱炒好嘅牛奶，炒到佢啱啱凝固嘅狀態，攞起身嗰陣時，佢仲係震下震下嘅。咁樣入口嘅炒牛奶先至夠嫩夠香，奶味十足。單味嘅點心係龍蝦酥，層酥皮同舊時嘅蘿蔔酥皮係一樣嘅，酥皮嘅外層起得相當嘅靚，入邊包住嘅就係青龍仔嘅龍蝦肉。呢個點心嘅創意認真夠晒特別。飯後甜品就係薑撞奶。選用夠新嘅小黃薑，將佢磨成薑汁，然後就倒入80度左右嘅水牛奶，跟住靜止幾分鐘，等佢慢慢凝固。牛鯧魚拉絲包，趁熱食嘅時候搣開個包，入邊係會拉絲㗎。薑撞奶上嚟啦，順德人整魚整甜品，確實係技高一籌。每次過嚟順德食飯，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味蕾得到無比嘅滿足。今日中午我哋一共10位用餐，埋單3498蚊。食完飯之後，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呢個廣東省唯一嘅4A 鄉村。我哋就乘坐咗佢哋嘅嶺南船說，遊船感受咗一下佢哋咁有特色嘅嶺南水鄉。每年端午節嘅前後，都會喺呢度舉行爬龍舟嘅比賽。紫南村呢個4A 村，真係一個被人忽略咗嘅美麗廣東鄉村。體驗咗一下自己爬艇，真係超級過癮。爬完船之後，跟住我哋就入去紫南古村入邊行下。紫南村喺保留咗以前古村嘅原貌嘅前提之下，加入咗一啲現代嘅元素。喺呢邊而家商業氣氛仲唔係咁濃。村入邊有茶鋪、有私房菜館，仲有甜品店、咖啡店。漫步喺村中，飲翻杯茶，嘆翻杯啡，真係非常嘅寫意。喺紫南村入邊，佢哋有自己嘅足球場、羽毛球場，仲有社區老人活動室等等。喺村入邊幾乎見唔到電線桿，所有嘅電線都係行地線，所以紫南村可以被評為廣東唯一嘅4A 村，絕對係有佢嘅個人之處。唔單單只係我頭先所提到嘅嗰啲設施，喺紫南村呢度，佢哋仲有一個陶瓷收藏館添。喺展館入邊，喺室外可以見到有眾多嘅陶瓷作品。喺紫南村呢度，佢哋以前最出名就係因為造瓷，品嚐咗順德傳統嘅手工懷舊菜，逛咗廣東嘅唯一4A 鄉村紫南村。我哋嘅順德美食半日行程就結束啦。今日嘅視頻喺順德南莊紫南村品嚐傳統嘅順德菜，
逛廣東唯一4A 村落指南村，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點點滴滴。如果鍾意我嘅視頻，記得關注我啦。多謝你哋嘅支持。